因那南投的災害應變中心目前是2級的開設，下晡6點過是停止上班上課的。因那鹿谷鄉呢是有一間新廟，本地今仔日要來辦這落成典禮，廟方有請示新聞，落尾要是堅持在下暗7點的時要開工點眼，無因為風颱來取消。天官賜吼，互一個是良辰地開點，香才去神通萬里，香點點啊，分享拜請。風颱要來啊，是南投鹿谷溪頭一間廟，嘛是咧籌備拜五要舉辦新廟落成的典禮。廟方講，對起廟到安座，經過8擔，毛跋杯來問神明，神明指示7月70暗時7點是吉時，所以風雨無退。會照常進行新春開工點暗的科儀。為動工開始建廟完成，在第8年的時間，拄着風颱，這個吉時吉日的日子攏袂去改變。相信咱的新春吼，攏會去交陪啦。這個風雨攏會感覺詳細，應該是安尼啦。不過南投消防隊的態度較保守，嘛是毋望山區的民眾暗時風雨也來，透風落雨的時陣，會當踮一厝來較安全。我們也呼籲山區的居民要事前來準備相關的一個就是糧食。在颱風期間裡面來講，你就是在家避難。在這個部分裡面盡量減少外出。因應這個風颱，南投縣府嘛趕緊派人修剪路樹，嘛有民眾趕緊把招牌拆落來，避免規個戶風吹去。拜五會知影，南投閣有出日頭，縣府嘛宣布拜五正常來上班上課。確實是沒有風沒有雨要上班對。所以你是支持的對啊？你若路情花了，就可能就愛辦。你無路情，你干那你都還無路情啊？咱南投嘛無風無雨啊。因為這個颱風的暴風圈抵達南投的時候是禮拜6凌晨3點，禮拜5也就是今天可能有上夜班的一些縣民因此在晚上6點開始停止上班上課。目前南投閣無風無雨，不過氣象署提醒，拜五暗到拜6規工是風颱影響上明顯的時陣，風台準備嘛是袂當大意，玻璃的葡萄園嘛趕緊咧採收，毋望甲損失降額上低。記者安秀南投報道。